傳揚主嘅福音係基督徒嘅使命，各式各樣外展活動不單止能夠同社區建立關係，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人認識到基督。聖基道堂嘅外展事工大致上有4大元素。第一，透過參加大型社區活動去認識鄰舍，聆聽同埋了解社區嘅需要。第二，透過舉辦合適嘅活動同埋興趣班去照顧同埋服侍鄰舍。第三，透過物資上嘅支援去分享基督嘅愛。第四，透過中場點滴去作生命嘅見證，介紹福音俾鄰舍。Kimmy， 我記得喺2010年識你嗰時，你個女參加咗列治文山堂舉辦嘅暑期聖經班。從此你一家就留喺聖基道堂，到而家成10幾年啦。係啊，當時2010年啦，咁我哋一家3口就決定咗回流翻嚟多倫多啦。咁當其時亦都係我哋人生中裏邊一個好大嘅轉捩點，亦都係一次信服神嘅一次好大嘅功課。我記得當時咧就睇到中文電視嘅 Summer Camp 嘅廣告啦。咁其實仲有其他教會嘅，當時就係得你啦，你聯絡翻我哋，咁我哋就過咗嚟聖基道嘅 Summer Camp 啦。咁阿女喺個 Summer Camp 度玩得好開心，而當其時嘅牧師謝子和同埋其他嘅教友咧，都對我哋好關心，而嗰種關心咧又就好溫暖，但係又唔係好熱情。但係我哋需要幫手嘅時候咧，佢哋都有人會出嚟幫我哋。咁令到我哋就係呢一種好不溫不火嘅關心啦。等我哋喺冇壓力之下留低咗喺教會啦，亦都接受大家嘅愛啦。咁我都相信係神嘅旨意，令到我哋留低咗喺呢個教會嘅。你曾經喺太極班嘅中場點滴做分享，亦積極參與宜家事工。不如講下你參與外展事工嘅得着啊！好啊！好感恩啦！近年喺神嘅帶領之下咧，可以喺外展嘅事工裏邊咧，為神作工啦。大致上咧，我自己有2個層次嘅體會嘅。第一咧就係對我自己本身啦，喺侍奉裏邊咧，我領悟到咧就係無論你係外展嘅侍奉啦，定係對於教會大大小小嘅侍奉啦，咁其實我哋都要係甘心樂意做神喜悅嘅事，去為神做佢要我哋做嘅嘢。咁你就會做得好開心，同埋我會覺得係事半功倍嘅。第2個體會咧，就係喺每個侍奉裏邊咧，我哋都應該係做出神嘅模樣出嚟嘅，咁令到生命影響生命。咁你嘅行為啦、愛心啦，同埋你嘅真誠咧，我相信對方係會睇，即係感受到嘅。咁其實我都係希望我自己當年喺教會或者而家喺教會嘅感受到嘅愛同埋關心，我都係俾到其他人，等其他人都感受到神嘅愛。